新的市长高虹安打扮个真简单，带技校团去到越南，防止其是走去耍，惊伫咧考察。 如果不去的话，你们又会说我不重视义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市长今天是排队，然后也是坐经济舱，也是跟一般民众一样排队的，好吗？对，因为之前市长都是坐商务舱啦，那我们今天是选用经济舱的部分来做。高虹安这摆飞到越南，第一天先参观日本景点，粉红色大教堂，暗时才阁是夜市，才阁住伫咧古青黄金冠酒店，来看这用纯金仔落去放的收水池，真正是有够新鲜，有够享受。几天刚起床，来到巴拉沙坐流浪车，搁食海产火锅，食个饱，行程是大家速写速食。 短短8个月内就3度出访，我认为高虹安市长应该要把市政工作放为第一优先，而不是这种出访、出游或是这些娱乐的行程。我看他好像是一个好的，都义消同仁啊，大家平常很辛苦。不过出访的机会来源，说是第2一笔金，也就是救命钱。林正哲市长、许明才市长跟林志坚市长都是用2倍金来做，因为其实一开始并不会知道说我们义消会不会得奖，所以一般是得奖之后才会做这样的安排。强调是照管理第一办理，这摆随行的各商局长李世强、国民党议员陈庆婷，不过既然是考察的兵器，乃无看到任何公务现场。大概有30几位台商都会跟我们一起来开会，对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放大解释这件事情。但是有这个议员质疑说，这次出访的没有相关招商的一些同仁，只有市长。有公测会的部分也有参加。毕竟市情才会得分，高虹安家己搁电官司出庭结束，煞来就嚟出国，想要透放心情，真正是煎熬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